再来是语句书写，书写测验需要2种能力：一、音标书写的能力；二、语句书写的能力。客语文字书写是使用客语汉字，从字、词、句、段落到篇章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客语书写跟华语书写有什么一样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词汇，我们可以分为以下4种来讲：一、刻划相同；二、刻划部分相同；三、刻划相异；四、刻划词序相反。第一种情形，刻划相同，比如说凑、做、台、大、否、火、天师、电视、发烧、发烧、可能、可能。大家看这些字词是不是完全一样呢？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写作，因为客语跟华语一样的词汇非常多。再来也有刻划部分相同的，比如说邻舍、邻居、病了、放假、医痛、地震、水冻煮、睡午觉、压手儿、牙刷。这些词汇客语跟华语很相像，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它的意思。再来刻划相异的情形，比如说粥、穿、气、新鲜、让尬、吵架、上分、陌生、很熟、帮忙、走下、厨房。这些词汇客语跟华语完全不一样，也可以说是客语的特征词。大家要多看多写，运用到文句里面，展现客家话的特色。再来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就是刻划词序相反，比如说电风、房间、少感、介绍、离篇、便利、银行、客人、闹热、热闹。除了上面4种以外，还要注意哪些情况呢？